等，我買咗個七人車，車你同阿女去玩啊！但你有冇留意新法例㗎？淨係可以擺2部電話啊嘛！唉，唔止咁㗎，又話車阿女，少少嘢都做唔到。歡迎收睇《警聲360》。1975年成立嘅警察談判組 PNC 喺1月22至23號舉辦咗為期2日嘅香港警察談判組成立50週年發展研討會暨展覽會，吸引咗嚟自內地、澳門以及世界唔同地方從事談判或者危機處理嘅代表出席。我哋希望喺談判組踏上金禧嘅關鍵里程碑上邊，做到內聯外通，促進海外、內地同本地嘅代表深入，多角度交流。活動涵蓋議題非常廣泛，探討咗國際間危機管理嘅合作、海外綁架案件相關嘅談判經驗分享，亦討論咗一啲本地民生議題，例如點樣構建校園安全支援網絡以及預防青少年輕生等。幾位歷任警察談判組主管亦有同大家分享談判組嘅演變，以及佢哋喺任期間嘅點滴。跟住落嚟仲有其他精彩節目，我哋陪住大家一齊睇。喂，老婆，返嚟未啊？阿 B 夠鐘食嘢啦。返緊啦，等緊巴士啦。喂，我提下你啊，搭巴士記得攬安全帶啊！2026年1月25號起，搭巴士一定要攬安全帶㗎，唔係罰5000蚊㗎，夠買好多尿片奶粉㗎啦。Yes, madam。唉，咁耐都未有車，咁遲先返到屋企，實俾老婆鬧死。諗下，自己買返個車，車阿女同老婆都方便啲喎。0到100幾多？最高時速又去到幾多？幾多？先生，你買七人車喎，你又唔係買跑車，呢部車夠你車家大細噶啦，你都係慢慢揸安全啲。0到100同響行嗰啲而家唔啱你噶啦。仲有啊，車頭電話架咧，一陣幫你拆咗佢啊，因為2026年1月25號開始咧，車頭淨係可以俾裝2部流動電訊裝置嘅啫，一陣幫你搞。哇，好彩你提我咋？慢慢啊，未叫你開眼，唔好開眼啊！搞咩啊你？到未啊？就到啦，可以開眼啦！等，我買咗個七人車，車你同阿女去玩啊！咁好，算你啦。但你有冇留意新法例㗎？淨係可以擺2部電話啊嘛！唉，唔止咁㗎，又話車阿女。2025年11月1號起，8歲以下兒童，除非身高夠1.35米高，否則搭私家車嘅時候一定要用兒童束縛設備㗎。吓，咁嘅咩？點睇架車都冇卡士啦，點車阿女啊？少少嘢都做唔到。為咗自己同身邊人嘅安全，大家千祈唔好似頭先嗰位先生咁，對新嘅交通法例一知半解啊！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商用車，例如巴士、貨車等，都係帶翻安全帶啦。自己揸車嘅話，司機座椅前面唔好放多過2部流動電訊裝置，每部裝置屏幕對角長度不可大於19厘米。並且唔能夠阻礙你嘅視線。而8歲以下兒童乘坐私家車必須使用兒童束縛設備，除非身高夠1.35米。守規則，搭車揸車就安全得多啦。臨近新年，大家可能都會忙住喺網上買新衫、訂禮盒同埋辦年貨，但係騙徒亦會乘虛而入，諗盡辦法氹你入局啊！佢哋會喺網上平台假扮買家或者賣家，以各種嘅藉口發送假嘅交易連結俾你，最後甚至會有假客服打電話嚟引導你喺假網站輸入銀行資料、密碼，甚至係一次性嘅驗證碼。你辛苦儲落嘅錢咧，可能就咁會被轉走晒㗎啦。
想安心辦年貨啊，你就要記住，只喺官方平台交易，唔好點擊不明嘅連結。任何自稱客服叫你提供密碼、驗證碼呢，就肯定係騙局啦。過數前停一停，查一查對方背景，如有懷疑就要立即終止交易啦。喺度預祝大家新一年心想事成，萬事如意，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，過一個安心又豐足嘅新年。網購時如有懷疑，記得用防騙視伏 App 或者致電防騙熱線18222查詢啊！今集同大家回顧一啲最近實施同全港市民息息相關嘅交通法例。為咗加強保障道路安全同交通暢順，2026年1月1號起，違例泊車嘅定額罰款由現時320元調高至400元，而其他19項與道路安全同交通擠塞相關違例事項嘅定額罰款由現時320元至1000元不等，調高至480元至1500元不等。2026年1月25號起，揸車嘅話，司機座椅前面最多只能放置2部流動裝置，而每部裝置屏幕對角長度唔可以大過19厘米，並且唔能夠阻礙司機嘅視線。違反規定嘅司機最高可被罰款2000元。另外上年11月1號起，8歲以下兒童除非身高夠1.35米，否則喺乘坐私家車嘅時候必須使用兒童束縛設備。違例者最高可被罰款2000元。無論係司機、乘客、行人都要遵守交通規則，安全至上，咁就可以保護自己同身邊人啦。如果中意我哋今集嘅內容，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。仲有 subscribe 我哋警隊嘅 Facebook 同 YouTube channel 啊！嚟緊想我哋拍啲咩題材，就留言話俾小編聽啦。拜拜。